伊来等要来甲咱分享伊去到伫缅甸这个所在来做宣教师的经验，以及甲伊所受呼召的工课。咱这时阵来请罗传道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因为是对伫你以来的恩典，互阮三个组织，要来领受你的话。愿你的圣心伫阮中间做工，保守阮每一个人会当对你所领受的来行、来生活、来见证荣耀主你的名。这是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。有一个缅甸人，伊走去到隔壁泰国这个所在，要去看喙齿医生，因为伊的喙齿真痛。总是咱知影泰国就是伫缅甸的边啊吼，伊就走去到泰国这个所在看医生。这个泰国的喙齿医生就问这个缅甸的人：你啥要走来泰国看医生？敢讲伫你缅甸无喙齿医生吗？这个缅甸的人就甲因讲：医生，敢讲你毋知影伫阮缅甸，若是无政府的允准，阮是袂当甲喙拍开的吗？过去2冬外以来，大家拢讲缅甸已经真做是一个民主、开放，甚至是有言论自由的国家。总是生活伫这个所在，过去1冬外以来，我深深感受到，其实这个所在生活，我有真侪人，还佫有真侪话是毋敢讲。你到伫我所服侍的这个族群，因为缅甸有侪的民族，我伫其中一个民族服侍，叫做果敢族。阮这个民族互人称作是一个果断勇敢的民族。阮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甲一般的缅甸人较无共款，就是阮敢爱敢恨，敢做敢当，又敢说。当时我咧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毋知是毋是因为这个优点，互阮庄仔头内底的人离婚的人特别多。因为对于即马少年来讲，可能敢爱敢恨的意思无啥共款。还佫有一方面，就是食赌的人特别多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对伫保罗写予罗马教会的批信，咱回想到过去保罗伊所服侍的生活，咱大家拢知影，保罗伊一直是一个真敢讲的人。谁人我会安尼讲呢？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有一段经文安尼讲：保罗受关落家了后，有人要偷偷放伊走，保罗就甲遐人讲：阮是罗马人，未信阮就公行拍阮，搁关阮落家，打要暗中赶阮出嘛，的确袂做得，就因亲身来带阮出。保罗伊面对着政治的体制，伊非常的清楚知影伊家己有啥物款的权利，所以真敢讲。但是面对着教会服侍，伊也真敢讲。伊讲：因是基督的册用吗？我搁较是，我亲像讲伫咧讲。我若是爱要夸口，也毋是讲，因为我要讲真实。对伫安尼，咱知影保罗是一个真敢讲的人。总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，若是用我手头这本台语汉语本的话，28节伊是讲，因为除了基督用我所行以外，我毋敢讲啥物，我毋敢讲啥物。保罗伊讲，因为除了基督用我所行以外，我毋敢讲啥物。咱台语才讲，保罗是一个真敢讲的人，啥物拢敢讲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讲，除了基督用我所行以外，我毋敢讲啥物。是安怎呢？有人讲，咱看经文14节到15节，这是一段真礼貌性的对话。因为有人讲，对伫罗马教会来讲，保罗是毋是伊毋是罗马教会的牧养者、建立者，所以伊无迄款的身份甲权利，会当通伫对伫罗马教会的人来劝勉。总是咱真清楚知影，罗马教会其实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，而且保罗真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，
伊的身份是对上帝来的恩典，而且佫是经过耶路撒冷教会所来认可。所以咱知影，伊有即款的身份，伊有即款的资格，会当罗马教会来分享、来劝勉。总是伫即个身份顶面，伊并无特别来强调伊是一个使徒。伊讲，互我伫外邦做基督耶稣的执事，就是一个服侍者。这个字若用中文来讲，是翻译做仆役。总是更较适当的翻译，应该是加做这个字，就是liturgos， 伊就是服侍的人、服侍者。这个字甲作者保罗伊所要分享的经文有真大的关系，就是因为经文内底有记载讲，若是中文用上帝的福音来服侍，好啊，本是记做上帝福音的祭司。保罗在讲，伊有祭司一般的服侍，因为伊要特别强调一件代志，就是伫较早外邦人甲献祭是无关系的。总是今仔日保罗要因为用福音来引带人来信主了后，或者所有信主的人会当来成做基督徒，而且用因的生活来献互上帝，就是伫今仔日经文所讲顺服，甲伫圣心正性得到接纳。第三部里记也有讲到拼命胜于献祭，保罗家己也讲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我的圣的，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服侍。总是今仔日第17节，保罗伊强调的一件代志，就是因外邦人所做的服侍，就是引带人信主这件代志。毋是伊家己所做，毋是伊家己的功劳，所以论到伫耶稣基督，伫基督耶稣有通夸口。伊要讲伫耶稣基督有通夸口，就是夸口上帝的事。所以第18节，伊才会讲到，除了基督用伊所行以外，伊毋敢讲啥物。因为第15节、16节有讲到，这是上帝所予我的恩典，伫圣心正性得到接纳。这拢是对伫上帝所做的工，并毋是对伊家己所来的。所以伊要强调讲，除了基督用我所行，才着言语甲作为以外，我毋敢讲啥物。保罗要表达一件代志，就是基督用伊所行。因为对伫保罗来讲，伊真清楚知影，今仔日伊当真做有即款的使徒的身份来服侍，是对上帝所来的恩典，是对耶稣基督特殊的调明来用伊所行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要学习的重点，就是要互外邦人顺服伫耶稣基督。为什么讲要互外邦人顺服伫耶稣基督？毋是相信的。咱头先讲，保罗要引带人来信主，来相信耶稣基督。除了这以外，还佫无够。上界重要是要互人顺服伫耶稣基督，因为规模也信啊。总是咱的生活要活伫耶稣基督的权能，才会当用顺服来献祭。保罗的意思是安尼，总是要安怎互外邦人来顺服伫主耶稣基督呢？有3款的方式，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讲到的。第一个是用我所行，就是借着言语甲作为；第二个是伫新约甲基督的权能；第三甲伫圣神的权能。安尼即个总是咱要问一个问题，是安怎互外邦人顺服上帝？要用这3款的方式的。因为保罗伫服侍时阵，伊特别伊无爱讲我甲上帝同工，伊无安尼讲，伊也无强调伊的身份是使徒，伊要讲用这个字，伊要讲用这个字。咱想象一个譬喻，就是咱今仔日看到一张真水的桌啊，用茶做的，咱敢会去学了讲哇？这张真水的桌啊，一定是有一支真好的钢槌啊！咱敢会安尼讲？咱袂安尼讲。咱来讲，这张真水的桌啊，是对伫一个手艺真好的师傅，有人甲伊设计，有人甲伊完成。保罗要表达来讲，我就是迄支钢槌啊，是上帝，是耶稣基督用我来行，用我的言语作为来行，来完成一件真水的代志。这是上帝所做的，毋是伊家己所做的。不过兄弟姊妹，
我毋是要否认保罗今仔日所讲的透过言语甲作为的重要性，因为伫即个世代，咱拢知影言语成做一种言语的传播，成做一种触觉甲视觉的传播。伫早前150年以前，伫咱台湾宣教的马偕，伊也讲到即件代志的重要性。伊伫伊家己所写的即个《马偕台湾回忆录》福尔摩沙纪事内底有讲到，伊讲基督教毋是会当互人教导的一套哲学，是爱挖出来的生命。而且耶稣的宗教甲别的宗教无共款，是在伫伊是一款道成肉体，对上帝转化做人，即款的宽容是一款神圣的宽容，伊是透过人借着人的接触来传扬的。伊佫讲，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一个宣教师，只要伊有定头生去感受到基督生命的感动，伊就是一个互更真更活的基督所差遣的宣教师，要去蒙遐已经死去的灵魂，互因变成做是新的生命。但是这个根本的真理必须要特别强调，因为无论伫倒落，这个真理拢有互人忽略的危险。互稳定竞选的最后目的，因为互忽略，直到教会侪的信徒拢认为讲得救就在伫家己的灵魂爱要得到照顾。刚刚听下靠基督教义，毋是干那互信，也互人挖出来了后，才会当爱有主要爱教会所爱有的力量。迄个智慧，对伫马偕来讲，伊真清楚知影，宣教绝对毋是一条钱，或者是一封批，是必须要透过人的接触来完成的。所以今仔日保罗甲咱讲，用伊所行，用咱所行，互外邦人来顺服，必须要透过这三款的方式，就是伫用咱所行，用言语甲作为，搁伫信仰甲基础的宽容，甲伫圣神的宽容。这三项代志毋是分开的，是连做伙的。因为咱真清楚知影，伫保罗伊所有的服侍的背后，伫伊的心内，伊所有医病、赶鬼、讲道，伊所有的宽容，拢是对上帝、对耶稣基督来领受的。所以伊真清楚知影，这毋是伊家己所做。对伫安尼，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杜纳米斯。这个字正做一款的宽容。或者是讲，毋是对人来的，是对上帝来的。人是做袂到的，人是做袂到的。就安尼，保罗要甲伊所有的事工，拢归伫耶稣基督所行做。所以29节到21节的时阵，伊煞接讲，伊对领受这款的积分了后，伊要往头前来跑走。伊真清楚知影伊家己的宣教的旅程，伊真清楚家己要传播福音的所在是伫倒落，伊就是真做一个在证者。真做一个在证者，就是伫哥林多前书3章6节有讲到，要真做一个在证的人。但是即摆咱有见过物件，咱就会知影，咱若是涂骹乌一个涂窟仔，咱会放一粒种子，咱袂放2粒，也袂放3粒，也袂放1把。咱会知影讲，一个涂窟仔乌好了后，就是放一粒种子伫内底。对伫保罗来讲，也是共款。伊领受这款福音的责任，伊真清楚知影，伊立志无要将福音的基础起伫别人顶面，是因为要继续往头前来跑走。对伊来讲，最后伊用以赛亚书52章所记载，就是互外邦人来看，而且晓悟主的怒报的信息，这就是保罗对圣经的了解，对伊的服侍上介大的支持。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的经文，要来学习这件代志，就是伫咱信仰中，信仰的内底是啥物代志，当时应该爱讲，当时毋讲。第一个，咱会当来学习是毋敢讲，敬畏上帝的毋敢讲，毋敢做就是离开歹代的毋敢做。约书亚记24章有记载讲，百姓回答说：“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。”启示录也说到：“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？”约书亚伊真清楚知影，伊毋是要跟对摩西的脚步来行，伊是要跟对上帝的脚步来行。而且，咱人的心中，若是无一款敬畏的心，咱的心就是骄傲自大。所以，我认为保罗伊要伫遮提醒咱所有的服侍者，
上帝的确要用咱每一个人的行做，用咱的言语甲作为来传扬伊。总是咱真细腻，伫即款的背后，伫服侍的背后，咱敢会认为讲，其实咱家己嘛有淡薄仔的功劳咧，或者是咱来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对伫安尼，咱敢会是渐渐伫咱的心内起咱家己的巴别塔。所以保罗伊讲，除了基督用我所行以外，我毋敢讲啥物。第二个咱要来学习的就是毋敢讲，毋敢当，毋敢讲也毋敢当，就是出自谦卑，看无家己来领受恩典。伫创世纪内底有一段真精彩的对话，就是亚伯拉罕甲上帝伫咧讨50个义人，讨啊尾啊讨无50个，就讲10个好无？伊讲我虽然是灰尘，还敢对主说话。伊讲伊毋敢讲，总是伊敢有讲，嘛是有讲咧。伫马太福音共看到一段对话，就是有一个百夫长，伊劝耶稣基督要救啥？救伊互伊的奴仆好。总是伊讲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你来阮兜，我实在是毋敢当啊，我不敢当。你一句话，我的奴仆就一定会好。伊毋敢当，总是伊的奴仆有好，嘛是有好。这是对着一款当事者甲对方比起来，认为家己实在是非常的渺小，家己不配，总是要搁得到恩典，要搁得到恩典。因为下这当咱每一个人，咱家己来回想，上帝伫咱生命，互咱迄款的听，互咱的恩典的时阵，咱敢毋是也是不配？总是就是伫即款的时阵，咱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敢毋是吗？所以保罗讲，对伫上帝所互我的恩典，互我伫外邦做基督耶稣的服侍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虽然不配，总是因为领受恩典，要来服侍，要来做。第三个就是敢讲敢做，为着主来讲，为着主来做。当保罗伫过去捌一届人受审判的时阵，伫使徒行传25章到26章有记载讲，伊伫非斯都甲阿基帕王的面头前受审判。迄日阿基帕王甲伯尼基大赦威仪典来，甲遮的千总就是千夫长吼，甲伫城内尊贵的人入伫宫堂，非斯都就出命令，就带保罗到。保罗得到阿基帕王的允准，开始为着家己咧讲话，伊就讲伊安怎信耶稣，安怎为着主的缘故来做工。伊讲了了后，非斯都就真无欢喜。非斯都真大声甲伊讲保罗，你变狂啊！你的做学问，互你变做狂。保罗讲，非斯都大人，我毋是狂，我要讲真实端正的话。因为王知这的事，我也好胆对伊讲，是这的事，我亲信无一项稳捌的王，因为这毋是行伫咧偏僻的所在。对安尼，咱知影，保罗是为着基督的缘故，伊真敢讲，伊好胆来讲，这毋是伊家己所做的，是我靠圣神的权能，伫伊的生命内底，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伫新约基督的权能，而且领受头前有一个真清楚的意象。所以立志讲，搁我立志传福音，无伫基督已经受过称呼的所在，是这个原因。兄弟妹，今仔日咱生活伫一个敢讲的时代，大家讲唱声爱敢讲，总是敢讲毋敢做的人真多啊，敢做毋敢讲的人真少，敢毋是吗？过去一冬我以来伫缅甸宣教，我有机会当转来伫台湾报告的时阵，有一个兄关心的兄弟拢会问阮讲，恁过去遐敢有啥物惊天动地这款的新亚技术来发生无？若是有，我会当甲你放伫咧报纸，还是放伫咧新眼光来甲你报上，或者是讲你有看要啥款的这个成绩单？就是讲偌济人受洗咧，
偌济人因为毋捌信主了，因为你的缘故来信主的，减有偌济人面对着这款的关心，互我想到一件较早我过去捌伫一个宣教的机构服侍，有人因为看到阮宣教的机构经费真少，就对阮讲声笑讲，我教你一招，只要你们满足对方的期待，经费就会放进奉献袋。虽讲这是一个讲声笑，不过引起我一个思考就是，咱今仔日正做一个服侍的人，咱应该满足什么款人的期待吗？正做一个服侍上帝的人，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是，咱应该满足什么款人的期待吗？所以讲这是一个讲声笑的，总是这个讲声笑，伊也提醒我另外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伫咱这个时代，服侍时阵千万莫忘记两项物件，就是翕相机甲圣经。圣经也会记载，翕相机也会记载，所以等下我嘛是会用5分钟的时间来放一段短短的影片，来跟大家来报告。不过对于阮来讲，阮规个伙仔伫遐头一档的时阵，头前半档是我家己去，后壁半档是我的妈妈60几岁，甲我的细囝1岁外，甲我的太太，阮规个伙仔去伫遐服侍。对伫阮来讲，迄5分钟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生活的时间，因为阮伫遐生活的时阵，做会咸酸苦涩，其实是真平凡，无值得什么好讲的小可代志。总是对伫阮来讲，伫遐上帝的确来开路，是伊的圣雅基督的款灵，互阮真平安伫遐服侍，敢毋是吗？因为伫遐是军政府威权的时代。是一个85%拢信不够，伫阮的庄仔头内底，毋是拜蛇，就是拜树头，迄款的环境，总是上帝开路，互我甲我的妇人人，伫一间860几个人的学校内底做老师。内底随便讲袂当传福音，袂当讲上帝，袂当讲耶稣，总是因真爱阮伫遐教册，就透过这款的机会，我甲我的妇人人，我都伫遐咧分享。关系到生命的信息，阮伫遐教册，也伫遐组织一个老师的读书会，敢若一个小组共款，每一摆拢有17个人来参加。阮的老师才23个尔，有17个人来参加。阮上课了后，倒去到厝内底，阮就将阮的厝拍开，甲遐学生补习。对伫这款的稳定，阮深深感受，若毋是上帝做工，这款的机会要安怎得到？对伫阮来讲，教册也是一个真好的平台，就是甲伊分享什么是社会公益，什么是咱的国家。因为伫过去，因拢毋捌上过正确的历史课，因拢毋知影较早过去政府对因做啥物款的代志，为什么较早军政府，为什么即马咱要追求一款民主的制度？翁山书记是啥物人？因拢毋知影。生活伫缅甸，毋知影缅甸家己的历史，毋知影家己的过去。咱就会当知影，这是一个真恐怖的国家。伫较早过去的时阵，总是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伫这款的时阵，咱应该爱甲人讲，这个世界已经发生过什款的代志。啥人咱要追求民主制度，啥人咱要来明白这款的人。对伫安尼，伫教会内底服侍所压过的每一支手，亲身处理丧事，咧搬因的大体的时阵，迄款的感受。对伫阮来讲，其实毋是阮咧做啥物，因为阮相信是上帝伫阮的背后，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满满的权能，用着阮的言语甲作为，要来传扬伊的名，要来传扬伊的名。今仔日咱透过圣经来咱学习，因为对伫我来讲，我伫迄个所在所服侍的教会，甲庄仔头内底，侪人拢是无信耶稣。所以多人无看重婚姻，讲要离婚就离婚，讲要食毒就食毒。对于这款的挑战，对我来讲，因来问我讲：恁敢还是唔敢？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我要甲伊应讲：无下伫上帝的代志是唔敢，是不敢也不敢。第一个唔敢，当然是因为出于敬畏上帝唔敢，离开歹代的唔敢。
总是不感兴趣啊，不感兴趣。咱敢活出来甲别人无同款的性命，这是咱的敢。面对着一款无同款的文化、无同款的宗教内底，人会讲大段都你唔好伫遮讲耶稣，因为真危险。总是咱要思考一件代志，正做一个基督徒，真理的宣导敢讲？咱是敢说，但是也不敢说了。咱敢讲，总是不敢说，是因为咱看时机，咱分别，咱求上帝，互咱有智慧的眼光来看，是当时才是好的时机。因为提摩太后书安尼讲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无论适合无适合的时机，就要传福音。迄是一款生命的表达，毋是讲俩当时拢爱传福音，是因为咱活的就是传道的事，就是讲道的事，就是伫咧分享福音的事。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所活出来的生命，就是为着基督来传讲福音。而且，咱来要学习，就是敢当也不敢当的功课。这款的敢担当，是因为咱对着上帝福音的责任，咱今日经到头讲，咱有份伫传扬福音的责任。也伫这款的时阵，咱谦卑咱家己来领受恩典，毋是咱家己足够的，实在是因为上帝恩典咱领受了后来服侍，来服侍。伫顶个月时间一天半暝2点半，半暝2点半的时，我听到一声呢，一声，我惊一下，我紧来跳起来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看到我的妈妈也这个扫帚甲铅头啊，伫咧拍牙工。我紧来起来甲伊斗拍，总是这个牙工无抓到。这不是迄个嫌犯的照片，这是嫌犯的同伙的照片。因为根据目击者还是被害者表示，这个牙工身长超过15公分，而且足肥足勇的。弄入去我妈妈的网袋内底了，怎甲伊夹伊骹？哇！我妈妈惊一个，怎坐伫椅仔顶哭？我妈妈是一个真坚强的女性，伊毋是真软只的人。因为毋是这只牙工尔，是因为伫过去，伊去到缅甸5个外月以来，阮经历过哪亲像圣经内底有讲到的10灾，无最后一灾有9灾。第啥物通都拢有，亲门大户伫恁兜。阮逐工过着迄款看着乌影就开枪的，看着乌枪就开影的生活呢。我妈妈实在是挡袂掉啊！迄个活伫惊吓内底，所以这只蜈蚣是成做压垮他的最后一只稻草啊！对伫安尼，我妈妈非常的惊吓，我就甲伊讲：妈妈，我从今以后，咱4个人做伙困了吼。我们感谢上帝，这看无啥清楚咯，因为迄是暗时所翕的相片。咁感谢上帝，上帝给阮一个真细汉的心态，这个时阵就派上用场。因为困瘫痪的，这个眠床话就困4个人困下落吼。那么感谢上帝，这个眠床4个人也困下落，我妈妈才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来困。总是阮要真烦恼一件代志，就是今年9月初2，就是阮搁要转去到缅甸这个所在服侍。我就问我的妈妈讲：妈妈，9月初2要到啊，要搁转来缅甸，你敢去？你敢搁敢去？伊就先问我讲：我若唔去，是啥物人要带囡仔？我若唔去，啥物人要甲恁煮饭？遐是无7-11的吼。遐敢若是伫咱差不多台湾40当前迄款的环境吼，因为阮5当前才有水，6当前才有电吼。啊，即马起的厝大部分抑阁是用牛屎、高稻草甲红木头起起来的厝吼。啊，等下看影片咱看着。对伫即款的环境内底，我问我的妈妈即款的挑战，伊问我讲：袂使啊，我若无去，啥物甲你煮饭，啥物甲你带囡仔？我讲莫想啊济啦，无我太太吼，伊来煮饭来带囡仔啦。伊就袂放心，伊讲：我袂放心，因为伊知影我甲阮太太拢袂晓煮饭的。我讲无安尼啦，你嘛莫来，太太嘛莫来，囡仔嘛莫来，我家己一个人去啊吼。另外咱老做妈妈的拢知，囡仔无论偌大伫外口吼，拢是心头伫咧挂虑。伊讲你一人去哦，我嘛唔放心。我讲无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伊想伊讲，
好啦，今年9月初2我嘛是搁来好啊。安尼几位两位兄弟，我要讲，我要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款的妈妈。对伫伊来讲，惊吓是真大，总是伊的勇敢，毋是无惊吓，伊的勇敢，伊的敢是敢面对伊的惊吓。我要感谢上帝，阮厝内底人的支持，互阮伫遐继续来服侍上帝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会当伫上帝面前，咱透过今日经文，咱会当来学习。咱若要做伙来祈祷，就是学习伫咱信仰内底当时敢、当时毋敢的功课。咱若要祈祷上帝，求上帝圣神使咱开力，伫咱生活的每一天来见证伊的名，透过咱的言语甲行做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是对你所领受的恩典来成做一个服侍的人。我们恳求主你。对你圣神所来开力，满满伫阮的心内，互阮会当透过言语甲作为来传扬主你的名，学习当时敢、当时毋敢的功课。这是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。接落来，请大家来看这段影片。请刚刚头前的电话当小关掉。يقول صاحب التجارة أتكلم بالباشا. Press 1 for English. Press 2 for Myanmar. Press 1. 你们这里是吗？就当那套是啊，公司。
de chorar.